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統計數據最近關於2026年1月份的很多數據密集出台，因為這個數據涉及到咱們2026年的叫開門紅，又涉及到15.5規劃，對吧？第一年第一個月，前兩天這個統計局公布了這個房地產的數字，然後又公布了這個 PMI 什麼 CPI 數據。那今天呢，我看這個央行又公布了1月份的社融數據。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看這些數據這些數據可以說相對不容樂觀。為什麼這麼說呢？有的數據乍一看好像是開門紅，但實際上裡面都有很多隱憂開門紅的成色大打折扣。據央行初步統計1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7.2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662億元，這都是好消息人民幣貸款增加4.71萬億，月末餘額276.6萬億元，同比增6.1%。你要這麼看的話，又像是開門紅，就是貸款餘額多了嗎？那不就是加槓桿了嗎？這一看不是好消息嗎？1月末 M2 同比增長 9%， M1 同比增長 4.9%。所以說咱們必須得聊聊這個央行剛出爐的1月金融數據，一看標題 M2 同比增長 9%， 社融規模新增22萬億7.22萬億一下就感覺這個又興奮起來腦子就嗡嗡的開門紅。但是咱們得細細看一看這個錢到底去了哪兒，就是新增7.22萬億到底是增在哪兒，這跟咱們韭菜跟老百姓生活有什麼關係？先看第一個關鍵點政府借錢搞建設佔比創了4年新高，1月份政府債券融資接近9800億，也就是1萬億，在社融數據裡面佔比13.5%，創4年新高，什麼意思對吧？這個增長的貢獻有很多是政府做的，政府舉債又來了大基建。那這意味着什麼呢？大家可以理解為現在經濟這台大車政府正在前面使勁的拉，那大家就關心了，政府借錢幹什麼呢？修路、修地鐵、搞水利。那你想想，這是好事嗎？對吧？為了完成某些指標，比如 GDP 或者什麼其他的 KPI， 那地方政府就得借債。那這個還是個我們是正向往好的方面去理解。但實際上你要把政府的基建你要拆開看，又有多少是大馬路拋開了接着給它縫上，又有多少是老幹部療養中心，又有多少是反生椰子樹，對吧？又有多少河道裡面要貼上瓷磚。這種投資越多，意味着未來買單成本就越高，而這個只不過是為了暫時的 GDP。這個你看比如在西部要搞大開發，四川重慶那邊要修路，誰會接到訂單呢？那肯定是中字頭的中鐵是吧？中建這些央企國企，他們接到訂單之後又往下分，他們自己是不幹活的，分包对吧？最後包到那些县城的婆罗門頭上。2025年國家開發銀行光基建貸款就放了1.64萬億，銀行把錢貸出去，首先利好那些能接到項目的包工頭和重型機械商，這是第一個也就是說政府把這錢借去了幹什麼，對吧？這玩意能不能產生效益，後面能不能造血，這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自身能造血，能夠至少維持自己的運營成本。而很多項目不要說還利息還貸款了，它連自身運營都覆蓋不了，也就是意味着政府每年還要往裡再貼錢讓它賺起來，那這不就是個無底洞嗎？這種項目你投的越多，意味着咱背的包袱越重。那第二個增長點呢，說的是春節前消費旺盛，主要是吃喝玩樂撐起來。這個報告裡說說個人貸款平均平穩增長，靠的是年貨旅遊。這個也很奇怪就是年貨旅遊你還能花多少錢呢？它不是靠房子從央行的数据看，那個人消費貸漲了，但是這個個人消費貸漲了，是不是代表了就是真的去旅遊和消費了？這個我覺得要打個大大的問號。你消費貸貼息，你一貼息，這個消費貸利息就低，一低，好多人就去薅這個羊毛，然後去什麼還房貸去了，還按揭貸款去了，這真的是消費嗎？我們再看看這個摩根士丹利他對這個咱們1月份的數據的一個解讀晚上有篇文章叫難看的1月數據直接標題叫難看的1月數據，還好沒用開門黑他說
從房價端來看，就是先看房價。統計局的口徑，1月城市一線城市二手房房價同比跌了7.57%，環比看跌幅略好于12月，但弱于11月。這說明什麼呢？居民部門依然不願意舉債，不是單純的房價預期，就是不是說韭菜認為房價要跌不買，而是收入預期。這是摩根士丹利的觀點啊，就是所以說我們很多專家總說韭菜不買房，那是因為大家覺得房價還要跌不買。實際上這個時候說這個話就有點過了，錯了。這個時候不買，更多的是收入支撐不了。如果你的收入跟得上，你就願意買了。那因為是消費，所以我在這2個月对吧，房地產節目裡面一直說這個觀點，就是你的收入只要跟上了，你不會在乎房價跌不跌的。為什麼呢？就像買奔馳買寶馬，你一買它就貶值了，對吧？你買新能源汽車那更是你花80萬買辆新能源汽車，第2年只能賣50萬了，你咋買呢？你咋不說它貶值呢？因為你心態貶值，你是消費，对吧？你把房子當消費，你就不在乎它貶值。那你現在為什麼不買呢？就是因為你收入跟不上了，对吧？畢竟房價從高點到現在，有的地方已經跌了50%了，有的地方1線2線跌了30%。在這種背景下，房價會跌還有跌的空間，但是它已經不是影響韭菜買房的主要因素了，主要因素就变成收入跟不上。摩根士丹利給了很多圖和表咱們就不介紹了。他說的是居民收入預期越弱，對應的舉債能力就越弱，这舉債意願就越低。所以你看到1月份這個多了7.2萬億，那主要的是政府部門，对吧？這居民這塊根本沒有增加，居民這塊增加的那個什麼消費貸，那個最終還是流向了房地產按揭貸款。按揭貸款現在是3.1%，消費貸有的時候2.5%，你算算吧。從摩根士丹利提供的圖中可以看到，居民中長貸就是中長期貸款增速再次刷新歷史新低。另外，企業中長期貸款也是低點，居民的中長期貸款實際上就是主要是房地產按揭貸款。那麼關於通脹摩根士丹利他也有報告說，近期 PPI 總體表現改善，引發了市場關於中國是否在反內卷和去產能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從而改善供需平衡的討論。摩根士丹利的看法是，目前僅在少數上游行業看到非常有限的進展，尚未形成真正的系統性轉變。摩根士丹利從3個維度刻畫中國再通脹進程，目前整體進展比較有限。這個央行去年年底是吧，就明確提出了讓這個物價合理上漲，就是讓通脹保持在2%到3%之間，是吧？有這麼個說法吧？所以很多人擔心是不是強行漲價了，水電煤氣這些東西，還有地鐵票，對吧？這個它是可以控制的，可以漲價。那我們看看摩根士丹利說第一階段抑制過剩行業的新增投資，也就是供給側這邊雖然總體投資增速確實放緩，但幅度更為複雜。那意思就是說它放緩的還不夠。反內卷之後，投資的短期下滑可能包含技術性統計因素，也就是說自從提出反內卷口號之後統計的數字這投資在下滑，那這個很有可能是人家統計口徑這塊做了調整，實際上沒有下滑。你看看，說明摩根士丹利還很了解咱們國情嘛，就是數字遊戲這個深層根源，我們以前節目也介紹過。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車，你不讓投資，新能源汽车现在已經產能過剩吧，我們要開足馬力生產，全球都消化不了。好像我記得有個數字就是我們開足馬力生產1年夠全球消化2年的，就這種產能。那什麼原因導致的呢？對吧？地方政府人家也要搞 GDP 對吧？人家也要投資所以它的產能要開足。你這兒搞新能源賺錢 ，GDP 上去了，你這個省會城市GDP 1萬億了，我這省会城市還沒到1萬億拖後腿既然新能源能拉動 GDP， 那我也搞是不是這個邏輯那我搞，大家都搞，對不對？你要去產能，你去誰的？你憑什麼去我們這個地方的呢？你要去我這兒，那我這 GDP 怎麼弄所以你看它本身呢就是一個叫死局死結。所以我对這個什麼去產能、什麼反內卷，我根本就不看好。這個最終會流向變成一個口號，變成一個形式主義，變成一個數字遊戲。摩根士丹利說他說第2階段削減存量產能還是供給側這邊的改革在煤炭和部分金屬領域觀察到限產行為，但這些措施可以短期推高上游價格，但遠未達到資產負債表退出或永久性關停的程度。與2015年不同的是，下游行業產品差異化高，民營競爭激烈，協調去產能難度更大，幾乎看不到大規模產能出清或行業調整整合浪潮。他說，例如此前廣受期待的多晶硅行業整合基金，規模可能遠
預期，覆蓋範圍也更窄。這個和我剛才舉例子新能源汽車是一個道理啊，就是你不讓我生產，你不讓我挖礦，那我這個地方 GDP 怎麼弄，就業怎麼弄？當然了，既然你上面有要求，对吧？那我就臨時配合，對吧？暫時關一部分，等到什麼時候鬆了，我這馬上要放開，接着幹，就這意思啊。這個大摩的意思說，那你要關的就永久性關停了，对吧？這個礦這些產能就沒有了。但是啊，人家採取的是技術性關停，就是暫時停一會兒。第三個階段說提振終端需求，就是在需求側啊，說消費支持政策仍偏溫和，以舊換新計劃可能與去年類似，社會福利提升幅度有限。若居民消費沒有明顯改善，企業定價能力仍將受限。光靠供給側動作不夠，在出口增長不均衡、房地產仍在調整的背景下，僅靠供給側收縮，更可能是在行業之間重新分配利潤，而難以帶來全面價格回升。这個摩根士丹利啊，還給出了以上觀察的證據，他好多圖表啊。根據這些圖表，他說啊，近期漲幅集中在有色金屬，下游只有少數直接受影響的行業出現成本傳導。這個也好理解啊，就是你上游傳導到下游，上游成本漲了，你下游企業是不是成本也漲？下游企業它就要賣給消費者了，你賣給消費者的價格不能漲，你漲人家不買，價格如果漲不了，那你這個原材料漲價是不是就變成下游的這個廠商給承擔了？那他們的利潤是不是就更薄，甚至出現虧損？因為他要漲價，他把這個漲價轉移到消費者身上，消費者他不接受啊，你漲價人不買，所以導致什麼呢？下游利潤率被擠壓，儘管實施反內捲政策，下游行業利潤率仍降至歷史低位，反映企業難以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為什麼轉嫁不了呢？消費者沒錢，這本來就是剛需，對吧？就是已經是勒緊褲腰帶，如果你漲價，那這褲腰帶勒得更緊一點，就這麼個慘痛的現實啊。所以说本來啊，你上游漲價也不要緊，你最後漲到消費者這兒，消費者承擔了，好，企業都有利潤，那大家工資是不是高一點？大家工資呢按時發放，這個績效也有了，年終獎也有了，好像是個正循環，是吧？但是實際上它就沒辦法正循環。大摩說啊，近期的產業政策仍支持戰略性產能擴張，也就是說，這個雖然我們要反內捲，要限制產能，但是從大方向上看，好像它戰略上又是在支持產能擴張，這就叫合成謬誤，這叫不協調，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幹什麼，亂了。他說，因此啊，我們認為2026年中國經濟的通縮痛苦可能會減緩，這是摩根士丹利的這個觀點啊，也就是他說通縮的痛苦會減緩，但不會是內生性再通脹啟動的一年。也就是摩根士丹利他否定了啊央行說的，對吧？這個讓物價合理回升，你認為2026年你是做不到的。那我們再看看啊，路透社它關於咱們1月份數據啊一個觀點，它談的是 CPI， 那不就是通貨緊縮嘛？它說路透社綜合37家機構預估終值顯示，它受春節錯位因素擾動，中國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同比漲幅，它預計啊要回落至 0.4%， 其中10家機構預估終值顯示，當月 CPI 環比漲幅略擴至 0.3%。同時，33家機構預估終值顯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傳導影響，1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同比跌幅進一步收窄至 1.5%。若如此，將錄得18個月最小跌幅啊，也就是這是1年半裡面1月份的這個 PPI 跌幅是最小的，但還是在跌啊，只是跌幅小了一些。這個跌幅小了是全部得益於啊，这黃金、白銀上漲，還有大宗商品上漲，銅啊什麼的。今年春節偏晚是 CPI 最主要的拖累因素，你看看又是春節搗亂，所以我這建議啊，實在不行把春節取消吧，你淨跟這搗亂嘛，對吧？房地產房子賣不掉也是春節，房子賣得好也是春節，對吧？汽車賣不掉也是春節，汽車賣得好也是春節，總之春節就變成一個叫什麼，叫萬能口袋是吧？反正都能往裡裝，好也是它，壞也是它，干擾了這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所以不如把它取消掉。你看這個 CPI 又是受春節拖累啊，節前季節效應尚未完全顯現。花旗銀行在報告中預計，中國1月 CPI 同比漲幅可能回落至 0.4%。該行並指出啊，金價同比漲幅較前月擴大，對總體 CPI 與核心 CPI 的貢獻可能進一步提升。也就是說啊，咱們
CPI 漲是因為黃金漲了，你說這叫什麼事？同時，耐用消費品需求，尤其是汽車消費，在年初持續疲軟，但折扣幅度未明顯擴大，表明價格下行空間有限。PPI 方面，花旗預計，隨着有色金屬和化工產品價格回暖， PPI 同比改善趨勢或將延續。此外，早前公布的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指數也指向價格持續回升，預計當月 PPI 同比降幅可能收窄至 1.5%。而宏觀經濟先行指標，中國1月官方制造業 PMI 重現萎縮區間，但價格指標環比上升，主要原材料购进價格指數和出厂價格指數較前月分別上升3個點和 1.7個點，至 56.1% 和 50.6%。不過，受內需驱動的水泥、鋼材等價格仍顯疲軟，在需求不振背景下，上游價格能否順利傳導至下游仍有待觀察。花旗稱不用觀察了啊，你傳導到下游，再傳导到消費者這儿，他就接受不了的，那就你这個下游廠商看誰接最後一棒，誰叫暴雷，因為你傳導不到消費者這兒，消費者拿腳投票啊。受春節效應擾動，1月 CPI 同比漲幅或降至 0.5%， PPI 同比預計連續第40個月維持負值，但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背景下，跌幅可能收窄至 1.3% 左右。那麼咱們官方說宏觀政策要靠前發力，財政資金盡可能提前下達，推動政策盡快落地見效，並在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方面做好政策預研儲備，根據需要及時推出。實際上，這個路透社它根據37個機構預估的這個數，認為1月份咱們那還是通縮0.4%嘛，通脹最好是 2% 左右嘛，2到3之間。但是我覺得還稍微確實是改善了。我記得前幾個月不是還是負的嘛，現在能到 0.4%，那比那個負的要強一點，但是確實強的有限。這一切還是在大宗商品漲價，什麼黃金、白銀漲價的情況下，還是在新能源汽車價格殺不動了這種情況下取得的。好，那大家就想象一下吧，年後新能源汽车再卖不动，是不是大家又得降價卷吧？1月份新能源汽车是断崖式下跌銷量是吧？这個滲透率只有 33%， 新能源汽車以前滲透率達了 56% 了，就是每賣100輛汽車有56輛是新能源汽車，只有44輛是油車。1月份倒過個了1月份是100輛汽車有30幾輛是新能源汽車，剩下的60多輛是油車，僅僅因為是對吧？國補補貼退坡、補貼減半導致的。如果說2月份对吧，春節一過如果新能源汽車還是沒有這個起色，那你說這廠商他不降價嗎？不降價，今年日子不過了是嗎？那車生產出來不賣，那馬上就黃了。所以我覺得春節一過，這個新能源汽車廠商新的這個優惠措施它是換着花樣的優惠對吧？你既然你上面不讓卷，你不讓打價格戰，那它只能是各種變相的優惠。你这個車不把它賣掉，首先一個占用資金對吧？你這個生產出來你不變現，它就是廢鐵，它比廢鐵還嚴重，因為它還占地方，你要保管。汽車它跟手機不一樣，對吧？你這1萬輛汽車，你這多大地方放產地費也不容易對吧？你每個月都交錢呢，它不跟手機不一樣，手機可以对吧？你很小，找個庫房一塞。所以說無論是央行公布的1月份的社融數據，還是統計局公布的1月份的樓市，對吧？還有 CPI、PPI 這些，你很難說有什麼樂觀的東西，反而更多的看到是隱憂，對吧？政府舉債又加大了，政府為什麼舉債加大呢？因為居民他不舉債，大家都拿腳投票，大家都在叫什麼資產負債表修復，大家都在去槓桿、降槓桿，那沒有辦法，那政府更得玩命的舉債，而政府一舉債，那未來買單的任務就大，這個又給明年、後年是不是增加了更大的負擔？這就是經濟螺旋式下滑的原因。如果你相信政府舉債這個錢花的在刀刃上，花的是該花的地方，比如說什麼高質量，對吧？比如說那個大基建裡面也有算力也有發電，對吧？特高壓這些跟這個高質量發展相關的，才能產生效益，這個那也可以。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有隱憂的。什麼叫隱憂呢？就是你看美國人工智能是吧？現在是不是美國的很多機構，華爾街一直擔心這個叫 AI 的基礎投入已經出現泡沫了。美股的7巨頭還有其他的科技公司，在這個基礎設施這塊的投入的資本支出是不是翻倍的在漲？而這個華爾街已經不看好了，因為這個他認為是泡沫。因為
為你投入這麼大，你很難產生收益啊。就是現在盈利不明朗，大家只是悶着腦袋往裡投錢。那實際上我們也一樣，你無論是特高壓，對吧？跟電力有關的嘛，跟電力有關，最後還是算力嘛。你這些基礎投入，如果後面能夠產生正向收益，那你投入是對的。如果後面没有办法盈利，你這些投資都变成沉没成本。全球在进一步推高 AI 的泡沫，所不同的是啊，美國人家是企業投資，是資本市场，咱们是政府主導的投。美國呢是資本家買單，當然了，它也是資本家收益，這個咱也不說了，對吧？那咱們這兒呢，誰收益咱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咱們一起買單，你看大頭買單嘛，也就是你不管你參與不參與，你已經買單了啊。但是呢，說收益是誰的，這個不好說。這個日經中文網報道啊，都是壞消息啊。2025年造船訂單韓國增長 8%， 訂單量份額增長約7個百分點，達到了 20.6%。另一方面，中國減少 35%， 市場份額下降約8個百分點，降至 62.7%。日本訂單也減少 53%， 就是中日啊這個造船的訂單都在急劇下降，但是韓國是逆勢增長。在造船業居世界第2位的韓國正在縮小與首位中國的差距。從2025年的訂單量來看，韓國比2024年增加近 10%， 而中國減少 30% 以上。由于美國提出限制中國造船舶的方針，中國的訂單減少，韓國成為受益者。日本在建造能力上存在制約，與韓國產生差距。英國調查公司克拉克森研究公司數據顯示，2025年世界整體的造船訂單量比2024年減少 27%，2年來首次低於上一年度，也就是出現負增長啊。按國家來看，韓國增長 8%， 中國減少 35%， 排在第3位的日本也減少 53%， 市場份額下降近3個百分點，降至 4.9%。對各國訂單量產生影響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2025年4月公布的限制中國製造船舶的方針，對於使用在中國建造的船舶的海運公司等提出了從當年10月起在進入美國港口時收取手續費的措施。該措施因2025年10月底中美首腦會談而延期1年實施，但在此之前，在全球的海運企業之間減少向中國造船企業訂購新船舶的趨勢擴大。世界最大造船企業中國船舶集團旗下的機構曾在2025年夏季表示，在訂單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表現出危機感。取代中國獲得需求的是韓國，以中國造船廠不被看好為契機，我們獲得了許多大型集裝箱船的訂單。韓國最大企業 HD 韓國造船海洋在2月上旬舉行的財報發布會上解釋了業績強勁的原因。2025財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 17%， 增至約29萬億韓元，淨利潤也翻了一番，達到了3萬億韓元，均創歷史新高。在韓國造船業工作的外國人5年內增至4倍。韓國政府和企業合作振興造船業，這也做出了貢獻。在行業整體存在人手短缺隱憂的情況下，政府於2024年在印尼設立人才培養基地，培養學習專業技術和韓語的人才。與韓國不同啊，說日本未能承接去中國化帶來的需求。日本船舶輸出組合叫東京港統計顯示，2025年出口船舶簽約為893萬總噸，較2024年減少 20%。日本主要是勞動力短缺問題嚴重，人力成本持續上升。這個日經新聞網說啊，他說中國也在努力捲土重來。2025年12月，國有企業中國最大海運企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與同為國有企業的中國船舶集團簽訂了共計500億元的大型合同，將舉全國之力支持製造業。總之啊，咱們的這個2025年造船這個行業也是被特朗普禍害的不輕啊，市場份額下降了8個點，雖然現在還是排第一啊，這個市場占有率 63%， 但是如果說繼續這麼下去，那很快啊，對吧？咱們就要被韓國超過。所以說這個2026年1月都是壞消息啊，壓力很大啊。好，這一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